好了，以後今日有一些困過後啊，轉到福起來嘅節目嘅現場咯，特別係那個拜二或是聖誕節來同大家紹介啊，或是當當年啊細細時節嘅一個記憶咯，即到呢個講戲棚下買得到嘅油柑吼，講到咧油柑哦，最近當年都試過呢個如何嘅，唔過呢吼，講到食過呢個都蘇當紅，用直接摘下來嘅可能較少吼。而到自家本身也較好食嘅蘇當紅摘下來，直接摘下來也係較好食嘅種嘅人講，如果誒如何誒？迄種我哋嘅習慣，我每年都想吃的安尼，摘下來，佢安尼當用米氣，而且是你吃那些你就它唔會像會出滾水啊，然後會凍到後冷水會緊出來。那佢倆像倆安尼我們苗栗嘅農改場嘅劉博士啊，佢就有講過，佢講倆油柑嘛，迄是那些後冷水緊出來嘅時間啊，就會在幫助身體那個代謝。所以說像我就免疫就有事。好，古所以就係唔管有卤啊冇卤嘅，全部都係會直接拿去食做出嚟啦，直接食嚟去做嘅的。按樣嘅黃太講咧，個油柑吼。佢做增加免疫力，嘅根據嘅研究嘅結果，加個維他命 C， 係檸果嘅160，係檸檬嘅160 CP， 嘅維他命 C， 係檸檬嘅160 CP， 係蘋果的24107 CP。哇！所以加個韓國嘅 SOD 吼，就抗衰老嘅因子。就做講食嚟講，本較唔安健，看起來較長存啲嘅。好，按用起來，因為你觀眾朋友都嚟看到嗬，一集啊，就係現場你嘅即係也有滷過一萬有滷嘅。咁細個啲。哦，真係咧嗬，按用一集嘅油柑嗬，食起來會釀嘅咧。誒嗱，非常來吃看下咧嗬，聽講到會澀係嘛？酸酸澀澀。當時家下澀。哦，酸，真係有澀。係。懂食，好嗰樣，但你還有回甘，我識叫叫，做最妙嘅感覺，一下很懂食，你後冷水緊出來，家下就甘，有，一下開始變甘咧，一下喲，哎呀，澀嘅感覺，食到一下專門就，又咩甘甜甜嘅，甜，有冇？我相信你還應該做期待情人果，哦，真是，比情人果還有蜜頭，我用食，真係一下嘅，最地波度嘅後蘭哦，哇，係甜嘅呢，唔係按平時都冇咪冇氣嘅感覺。後蘭多一點吃鹽就身體健康，這是基本。哦，對你講係一個後蘭多，都係做得來促進人身體嘅一個免疫力同埋一個代謝入到。誒，真係鄉親朋友，按樣來食。食一啲咧，我種這樣食唔可以啊！做食以外，做過來做當好食嚟啊！所以因為係食得8粒10粒啊嘛，我相信冇乜3個嘅問題。古時有3個嘅問題喺裏面，你講到食嘢就做得天數嚟嘅代謝會較好啲嘅，學嘢就係因啲嘅油柑，食起來真健康，佢有一個最美嘅味感，韓國。有一啲甜甜嘅咧，佢唔係單聽係肥甘甜甜，係會最味甜甜。我實在係我食一下我最離譜行係用嘅後來印出來就係甜甜嘅味絲，嗬，也就講到係果子恩直接食，滷用嘅滷。其實滷油柑當簡單，像我做安尼，放啲鹽落去，落去泡啊咧，攞泡水煮落去沖脱去，等整個泡喺一邊，安尼話。就家下就天一邊的時間鹽就冇按多咧，一系列就好，然後整個冰條嘅糖落去，整個你泡就變成便點。泡係變便點。係，你就清簡單咧。頭擺鹽款都冇，其實佢就加嘅甘醋啲啲杯。甘醋算起來就本佢有甘，因為隻加嘅顏色會較黃，所以變成。頭擺人做安嚟做，但是用掉嘅甘醋糖，然後鹽，還有一種嘅薑麻。cái giống mà nó nói mi thô cái một樣樣。哦，冇樣樣，古時係嘅南薑係滷嘅梨嘅時節爭來標嘅嗬，
也做平时冇用，平常做按用来食啦。用到姜黄粉啊。姜黄粉、姜黄粉做人讲嘅做嘅咖喱嘅，吼，也姜黄粉，也加啲位嘅米絲聽用嘅，撈佢它貼貼像按用食喱嘅感覺係冇？迄講加嘅姜黃粉啊，哈，其實因為姜黃粉本身做係養生的植物，那你迄講冰留油甘冰強下嘅時間，油甘嘅顏色會凍結。因為它本來就天然的染天然頭先我講到嘅吼，黃牆，韓國有啲會透光吼，用都像人嘅肉嘅哦，肉嘅仲係感覺肉嘅色，肉嘅色咧再個加啲位也甲人講到也甲人講嘅姜黃吼，姜黃粉嘅時節，哇，嘅色就變到更加好看。韓國也兩種講真實咧，都用神吼，好也有感字誒，你講起嚟，吼，也各自講咧。當然其他料理家下講啊，像我嚟問下。像你上禮拜啊，講嘅幾禮拜做來手機，睇你做幾條全部做嘅來用。哎呀，油感來講係你講葉貝啦、蘇建啦，也都全部用嘅得冇。你一般來講，你也希望都講推廣你油感來種植吼。係。油感鮮果較好啦，哦，鮮果不如佢講即係講藥食兩用嘅效果。韓國一種都葉貝。葉貝花唔做洗澡做枕頭，葉貝做的洗澡做枕頭，都像用茶米洗澡咪做枕頭。有個廣東人啊，佢講哎我話吼，葉貝洗油甘葉貝洗澡哦，對個憂鬱症有幫助啦。哦，也下生活真係你未聽到吼。係啊，即可能佢嘅洗澡過後，因講茶米，佢咪有茶米嘅米絲香米嘛，一個油甘嘅葉貝，可能咪有佢嘅一隻貼片嘅米絲。韓國葉貝也做茶包。做茶包，泡茶色。係啊，攞葉貝做色。基本上都係兩種啦。係葉貝。葉貝個嘅。葉貝撈。鮮果。各自兩種，也下目前你就來做運用嘅，好，你都也下目前有一張人工嘅也合作衫嘅，嗬，合作衫你做咗一張人工，像係生小班係冇？錯，用你都也下生小班嘅成員有一多年啦。30塊啊，30人沙。30人沙，種都懂法。差唔多種強20人價，種係冇多，全身種冇多。全身全部都啲苗啲咩？苗啲下多，呀，安尼合作沙涵蓋全身，但是苗栗為主。係，因為苗栗也3萬啊。真實，應講到行年啊，就係差唔多8萬都。應講黑3萬啦，香港江山江田哦，都係唔留一條田邊被放到出嘅，嗬，韓國一種也嘅應講黑油，講經濟價值嘅作物啦，講到一個油甘來講，算起來做有經濟價值嗬，因為佢係一隻東空間東好嘅一個果子，嗬，一講到也嗬，係都現場看到也帶發辦來，也發辦落嚟嘅油甘有乜嘅關係咯？你看到你發辦係東不同嘅不同嘅發辦嘅嗬，係，但是也係一般嘅發辦嘅嗬，係，但是重點是地杯之類嘅用油甘落去。地杯度有油甘嘅發辦，係，因為油甘啊，油甘乃至用嘅調理機大多像沫一樣，係，然後油加下就留嘅發辦，向下放落去整。迄油甘係鮮嘅，淺淺嘅果子，係，落去打，新鮮的。地杯度有鹽咩？沒，這一點吼，我做啲老太家分享講，你講油甘嘅做料理其實都簡單，新鮮嘅，你做洗槍，用個保鮮袋啊，快點嘅變到冷凍庫。你做料理嘅時間呢，煮湯，你做唔是剝開，迄講像安尼會做法辦，你做會剝開來嘅肉真落去裝到油，向下打向下做得嚟。哦，按樣型，古時你看按畫面，我頭先就看到也按定一下嘅法辦，對，古時也係按看到嘅，也就係對地杯度有油甘自己也法辦嘅，我識看下。那一般的法辦冇去用好食。一般的法辦，迄甜的東西，它也就是咯，溫內過咩吼，但是硬冰油甘落去就唔會。有樣，係啊，食到就唔會當甜，唔會，因為油甘本身冇買味道，因為
它没有无买水分，所以那大发斑给斑将大雨的时间呢，给油甘给磨冰落去，嘿，制作得嘞。安样所以完全无强用吼。古说讲真实的吼，一下食到的呀发斑啊吼，老人一般平时买到的发斑可能就会几个甜面的米丝会较甜的喂吼，伊下个发斑的啊吃到唔会讲动那个吼，韩国食起来较清爽的感觉啦，吼，较松口的感觉，哇，真是呢吼，我想奇怪头先因看到现场有一个人哋嘅发斑，我想上来係愛做嘛嘅，也咩係呢油感嘅料理之一咧吼，韓國嘢咧，也係安太棒哦，也係嘛嘅，椰子較現代人講嘅蒟蒻，蒟蒻就你講嘅用神嘅嘛，食落去啊就唔會太甜。對，那我本身就。我本身都希望講用蒟蒻加油甘落去，像平常呢，切細啲用保鮮盒呢放到冰箱後，你上位上了是冷大的時間呢，你就是涼的，那對身體呢冇影響它的健康，反而是有保健的作用。嘅上愛食東西嘅時間吼，就拿涼啲來食吼。對，真係呢吼，就講到上愛食嘅時間又好食，又唔會太翹，韓國又養生，哇！真係我頭先食到嘅發斑吼，一下我頭先都敲啊敲，又發現有嘅油嘅，就像我頭先食嘅油甘嘅話，油嘅嗰種嘅油甘嘅。嘅講搞到油嘛嘅粉咧，哇，係超會到咧，當中嘅顆粒嘅感覺，哇，真係咧，又係一隻當有創意嘅料理。咁再做嘅係肉鹽，呢種係肉鹽，用整嘅，粉蒸肉像粉蒸肉，做得做肉鹽，係都還冇油，食起來當好食，還冇真係咧，喺有機會去到。你嘅苗栗做啲食到日條料理嘛？做得做苗栗。我成日煮雲嘛？要啊，唔是成煮雲。苗栗下九里頭30鳳祥店，你順吼，你苗栗工業園區，你有隻油甘嘅旗艦店。哇！一下油甘推廣嚟講，總有眾多種法。韓國一下幾間有安樣一隻，講幾間嘅旗艦店咧，嗬，講細嘅一碟安樣嘅油甘哦。真係咧嗬，做得講到身體來保健啊，還有呢度嘅好處，還有呢度嘅故事，我哋老師有向前面要來分享呢，先來聊下咯，家下聽嘛，整個節目當中，張哥來留 N 嘅來賓來打嘴鼓。